我係港僑協會嘅 Wilbur，咁係今日呢個悼念會嘅負責人。今日呢個雲福院嘅悼念會，其實主要就係希望喺英國倫敦呢個地方做到一個活動，俾喺呢度嘅香港人可以好好參與。悼念會嘅儀式唔單止係為咗呢個火災去紀念，亦都係為咗大家參加者有個釋懷嘅渠道，可以令大家聚埋一齊。係咁，你識唔識得有啲朋友係住喺大埔宏福苑嘅？我有個朋友係我當初嘅西裝師傅嚟嘅，佢真係好唔好彩就係 exactly 同老婆同埋幾個寵物係住雲福苑嘅。咁佢哋係當日燒完之後，真係翻唔到屋企，幾乎乜都冇。咁變咗我喺 Facebook 見到佢哋就要去另一個地方住。而家佢哋最新 update 就係話，雖然政府會有協助，但係我相信都係個好漫長而痛苦嘅一個過程嚟嘅。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呢個火災邊個要負最大嘅責任呢？我覺得要喺呢一刻就揾最大嘅責任者係比較草率嘅判斷嚟嘅，但係我哋見到後續嘅政府嘅一啲作為啦，甚或者係民間如何自救，其實都反映到某程度上有一啲既得利益者好顯而易見，就係呢一次嘅人禍其中一個推手。咁我諗我哋作為已經唔喺嗰個土地嘅地方嘅人，即係唔喺香港嘅人，去貿貿然咁講係好唔負責任，但係的而且確我哋即使睇新聞或者我哋身邊嘅朋友講，都會感受到嗰個氣氛。但你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做啲咩呢？而家香港政府好明顯就係用一個維穩嘅方式去避免好似以前烏魯木齊事件再發生嘅感覺。我哋好感受到就係無論我哋民間幾咁自救，或者係想幾咁推進件事，希望咁點樣幫災民都好，去到政府手上，佢哋就會覺得係一個顏色革命，甚或者係一個佢哋控制唔到嘅團體。呢幾日新聞我哋都會睇到就係關愛隊嘅介入，一啲政府部門嘅推搪，甚或者係即使成個調查未完成，都已經係強推呢個金屬棚網、金屬鐵棚咁樣。呢一個係感受到政府唔單止係，即係香港政府唔單止係已經同中國政府接軌嘅，對於一啲咁嘅意外嘅處理手法，亦都睇得出就係民怨係比我哋以前感受到更加不忿。